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 OK 仔，午安。內地新聞啊，話橫風橫雨的一天啊，琴晚又天氣好差喎，突然之間天文台又話大風大雨，小心躲避咁樣啦。今日咧，我哋都會同大家睇下喺廣東啦，依家咧佢哋就出現咗呢一個龍捲風啦，更加啟動呢個4級應急響應啦。嗱，大家要小心喎，嚟緊咧呢一兩日啊，超級惡劣啊啲天氣。另外方面，我哋會繼續同大家睇下個關稅戰啊，32年最新低啦，中國貨船訂單咧暴跌噃，情況都真係幾頭痕啊，請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一下先啦。講開啲地震消息咧，大家都即刻哇，又嚟啊，係啊，喺大理啊，出現咗呢個4.8級地震啊，有成400幾戶房屋受損㗎，睇翻報紙嘅消息啦，就其實原來喺24號凌晨發生嘅。呢一場嘅黎克特制4.8級啊，喺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震源深度及10公里，算係極淺層地震嚟噶。當地嘅政府新聞辦公室據報啦，就話呢一場嘅地震造成442戶房屋受損，冇人受傷，好彩啦，真係好啊！係嘛？最驚係有人受損嘅啫。呢一場嘅地震啦，雖然即係講到話4.8級啫，但係屬於極淺層啦。破壞力都係有噶。根據當地嘅政府消息指出啦，就話地震發生之後啊，原立即啟動呢個地震應急4級響應嘅，極速咧查災情啊，消防啊、森林啊、鎮幹部啊等等相關單位即刻撲到去啦。油站、水庫、電力、通訊、地質災害隱患全面排查嘅。好彩就冇事啊。如果唔係就真係大件事啦。係啦，好啦，講完啲天災嘢之後呢，我哋係講下啲人喎。咩事啊？緬甸啊 ，KK 園區講到話緬甸方面就拉咗920名仲超過920名中國籍嘅電騙疑犯啊，依家咧就移交俾中方啦。哇，拉極都有咁多梗係啦，都未完全消滅晒啊。中緬雙方咧持續繼續呢個清剿行動啊。你唔好以為地震就停啊，打擊呢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啊。緬甸執法部門近日將喺呢一個緬甸南部唔同嘅地方拉到超過900幾名嘅中國籍嫌疑嘅詐騙分子啦，通過呢個西雙版納啦，就移交去中方嘅。公安部就公布啦，雙方打擊行動累計已經拉咗成超過55000幾個中國籍嘅詐騙犯嘅。緬北嘅電騙犯罪集團咧遭到重創嘅噃，部分涉債人員為咗逃避打擊咧，竟然向緬甸啦喺當陽猛丘等呢啲比較深入嘅地方轉移，而去隱藏去匿埋噶，甚至乎諗住咧喺嗰啲地方咧另起爐灶、另覓爐灶即係走啦，梗係走啊！呢個都好正常啊。所以你話要打咧，都有排打噶，唔係話即刻可以搞得掂啊。公安機關咧及時即刻向緬甸方面提供線索啦，鎖定一批新嘅呢啲網絡詐騙嘅地方啦。於是咧，緬甸方面大舉咧就清剿啦。拉咗咁多人喎，繼續啦，繼續要去打擊呢啲嘢啊，梗係啦，停不了啊，真係。另一方面咧，停不了嘅係講緊落雨啦。喺從化嗰邊咧，竟然出現咗係咪龍捲風咧？哇，琴晚都幾惡劣咯。其實琴日我哋香港啲天氣都還好嘅，但係喺廣東省咧都個天氣都開始落惡劣啦。我哋入夜之後更加咧突然間出起又橫風橫雨嘅情況短暫啦。天氣稍為有啲緩，即係冇咁熱嘅。但係同一時間大家都出外要小心啊，因為廣東省咧已經啟動防汛4級應急響應啦。廣州從化區咧更加出現呢個龍捲風嘅警報添。自從喺禮拜3開始咧，廣東多個地方開始出現咗強降雨，我哋就暫時之前就冇啦，但係已經開始落緊啦。隨住雷雨冰雹等呢啲強對流天氣咧，喺廣東啦，被譽為入汛以嚟
最明顯一次嘅降雨啦。嗱，咁我哋都要留意喎。香港都有機會可能落冰雹都唔出奇啊。咁啊，廣東省水利廳水旱災害防禦領導小組啊，立即啟動水利防汛4級應急響應嘅，做好全省嘅水旱災害防禦工作㗎。咁啊，隨住呢一場雨嘅範圍越嚟越大啦，疊加埋冷空氣嘅影響咧，我哋嘅炎熱天氣就有望緩解，咁但係就跟住係一啲極端天氣啦。咁啊，短時間亦都有機會落大雨同埋落冰雹㗎。咁啊，如果你諗住北上咧，大家都要留意噃。咁啊，禮拜六都會繼續有雨㗎。咁啊，廣州市啦、從化區咧，亦都出現咗呢個龍捲風警報啊。咁啊，要求啊嗰啲鐵皮廠嗰啲棚咧，唔該從我全部綁得實晒啦。咁另一方面啊，擔心嘅梗係水浸啦。咁啊，廣東省水利廳要求全省各級水利部門有關單位咧，要高度重視啊，嚴格執行24小時領導帶班、值班、值守嘅制度。密切監視雨情、水情、汛情、工程發展嘅勢態嘅，加強會商研判，及時發布預警信息，重點做好強降雨可能引發嘅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災害嘅防禦，喺建設水工程安全度呢一個同埋大中型嘅水庫補水工作當中咧都要留意嘅。咁啊，其實你見到官方依家都真係好緊張啊，聽落就好似喂小事啫，落場雨唔使驚啊嘛。但係老實啦，即係如果按照佢哋呢啲咧行動咧，其實都擔心係嚟緊可能會真係嗰啲百年一遇噶。咁啊，今年都有講過有機會有呢啲嘢啦咁所以大家都真係出外要留神啦，小心啲啊。係啊，咁啊，即係隨時突然間出現咗啲惡劣天氣啊嘛。咁啊喺內地上年廣州區亦都出現過龍捲風啦，咁啊導致到有4死嘅，有人死啦。咁呢一個相信大家都真係要小心提防一下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哋轉睇下其他新聞咧，就去到呢一個京東咁啊近期京東大戰美團啊嘛，係咪？咁啊非常之即係講到話哇好精彩咁樣啦。咁啊近日咧京東外送呢個100億補貼咧，竟然要求商家負擔50% 補貼喎。哇！你補貼俾人哋，你竟然要啲商家自己揞荷包嗱？呢一種嘅做法其實喺香港咧 Kita 係嘛即係好似有聽過呢啲噶嘛。即係㗎，我而家做緊啲 promo 喎，係嘛？咁跟住咧，啲商家就唔該你哋自己幫手一齊付出啦。咁樣喎，如果唔係就唔優先擺你出去嗰啲靚位啊，即係有傳聞係咁講啦唔知係咪真？咁呢件事件為你而家京東同美團打緊仗噶喎，你竟然依家要求啲商家幫手補貼，咁啲商家心諗睬你有味啊！我做咩要 join 你京東呢？咁依家講到話班商家咧就激到扎扎跳喎。咁近日啦，多名商家回應即係呢個京東外賣再次調整100億補貼嘅政策。所謂補貼活動咧，需要喺商家分攤50% 嘅成本喎，即係你嗰啲100億補貼就唔係你自己嘅喎。就向啲商家商戶開刀喎。咁據了解啦，呢一次新規咧，亦都係京東外賣上線100億補貼第12日以嚟第3次調整啦。其實喺呢一個月嘅4月11號啦咁就京東外賣宣布咧，將呢一個100億補貼就推出啦。咁根據啲商家即係佢哋反映啦佢哋嘅活動上線嗰時候咧，平台推出呢個滿8減7嘅活動，補貼成本咧本來由京東自己搞掂晒嘅，但係1個禮拜之後佢哋又取消呢個政策喎。咁於是咧就改將呢個補貼成本攤派向餐飲商家，例如11滿10、滿11減10、滿15減14、滿40減20等呢啲活動。咁你諗住你京東你自己搞嘅咁你關我啲商家乜嘢事啫？你唔係應該你推啲錢出嚟咁吸引啲商家吸引啲外賣騎手吸引啲食客噶嘛，幫襯噶嘛？唔係，要你哋自己銀咁樣喎，就話要求商家承擔30%到50% 嘅成本。哇，係咁真係唔掂當喎。嗱，咁與此同時啦，亦都有商家反映接到京東外賣通知
唔參加鋪頭，即係呢一個，即係唔參加呢啲所謂嘅活動咧，鋪頭嘅排序會下降喎。唔參加嘅商戶會永久禁止加入排名推流系統喎。嗱，即係你唔自己揞啲咧，我就唔推你噶啦，係好典型啊！喂，佢真係佢惡晒嘅喎。咁啊，更加有商家發現被京東外賣鎖定咧，商飲嗰啲餐飲商品降價之後就冇辦法恢復啊！哇，你人貼錢買難受喎，喂，你自己貼錢就好啦，你而家咁樣叫人做就好難搞喎，呢壇嘢係嘛？咁啊引起大家即係搞出個禍來咯，即係有人就話啦，哇，你自己賺錢，你要求嗰啲商家幫手補貼，或者你諗住去攞呢一個美團嘅生意，咁你冇理由要向啲商戶開刀係嘛？所以其實即係呢啲咧，亦都係之前講到話，你兩間大企業喺度鬥，你話呢一種內卷呢，即係官媒都曾經發聲啊嘛。你短時間係對大家好嘅，但係長時間落去呢，對個生態唔好啊。咁啊，當你一邊獨大之後呢，跟住佢就各出奇謀，哇！呢度又舐啲，嗰度又舐啲嘅時候，大家 A 都冇得 A 呢，其實就到最後呢，都係玩死自己嘅。所以其實你問我呢啲嘢，當你多個競爭越多競爭，百花齊放最好噶啦。咁我有得揀啊嘛，大家有得跳啊嘛。你呢度咁中意玩呢啲嘢嘅，我咪跳第二間冇嘅咯，係嘛？咁你總有一間冇嘅，咁啊自然會留得到人喺上邊。咁每個人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嘅揀，覺得邊個你平台夠大俾多些少冇所謂。有啲人唔介意嘅，有啲咧唔得啦我無利嘅就得俾你抽埋我就蝕水啊。咁我只能夠去其他平台發展。咁呢一個亦都係多元發展嘅好處啦好啦，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呢一場嘅關稅戰就嗰日阿特朗普即係有消息話特朗普有意就跪低啦，後尾就又傳翻啲消息出嚟，又話好似唔係啦，諗緊啦。咁啊另一邊廂阿特朗普成日就話依家中國同佢傾偈啊嘛。咁啊見到外交部方面咁啊回應呢一個係咪究竟美方同中方已經傾緊呢？咁樣好啦，咁啊見到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嘅回應佢話呢啲都係假消息冇，完全都冇，中美之間冇就住呢啲所謂嘅關稅問題進行任何嘅談判同埋磋商佢話據佢了解中美雙方啦就冇傾緊嘅咁啊更加咧講唔上達成協議嘅。佢話呢一場嘅關稅戰由美國發起，中國嘅態度係一貫嘅、明確嘅，打奉陪到底，談大門敞開對話談判必須係平等、尊重、互惠嘅。中國都簡單噶啦，即係依家係咁話俾阿特朗普聽，你夠薑嚟啊，打，我哋肯同你打，係嘛？你要打嘅一定打到底，最驚你唔打，最驚你跪啊，係嘛？你要傾嘅，咁你自己執生啦。點樣同我哋傾係嘛？你唔好諗住 set 住啲關稅過嚟係嘛？你分分鐘唔該你抬定錢過嚟同我哋傾。如果唔係咧就冇得傾 ，no money no talk 咁所以其實即係特朗普嗰邊，即係你話美國嗰邊都好狡猾嘅。依家佢哋打呢啲信息戰，你都唔排除嘅。佢不停喺度散播呢啲所謂嘅疑似成日都講疑似接近消息人士透露。喂，你呢頭放完風，嗰頭又話冇，咁佢仲唔喺度炒個股市我喺琴日嘅國際新聞我咪話咯，喂，特朗普佢而家搞呢啲係玩消息㗎咋，純粹你覺得佢真係認真傾咩？佢將個股市忽上忽落咁樣，佢係咁樣來回收割。喂，佢賺到夠啦，佢先可能認真同你玩一鋪都唔出奇。所以究竟佢依家美國方面又好，特朗普賣咩葫蘆賣咩藥呢？暫時都未能夠知道好啦，咁另外就講下啦，關於呢一場嘅關稅戰嘅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講緊啲船運嗰啲散裝貨量訂單暴跌更加去到32年嘅新低點咁就住其實好多問題嘅，你唔係淨係關稅戰嘅。咁因為特朗普更加又話對中國造船就或者總之中國嘅船隻去不停搞好多唔同嘅費用啦咁所以咧依家中國嘅船廠大受衝擊。咁根據最新數字顯示啦，喺25年嘅第一季
中國船廠啊得13艘啊散裝貨船嘅訂單啊，亦都創下自1993年同期以嚟最低嘅水平啊！咁根據咧有啲船嘅經紀公司咧嘅數據咧，佢話攞翻上年同期去比較啊，今年中國散裝新船訂單銳減130單。佢話呢個跌幅已經係驚心動魄因為即係講到依家係冇人訂船啊，係啊，連整新船嘅人都冇啊。因為市場啦，可能普遍擔心啊，美國對中國嗰個製造船即係如果你埋港口咧，佢會徵收一啲好天文嘅數字。我之前我都講過啊，成千萬咁，你做埋去啦，係嘛？咁啊，依家咧連造船都要停工喎，唔係淨係貨量停工啊，連船都停工啦。嗱，喺此消彼長嘅情況底下咧，你即係實有噶啦，有人跌，有人就會升嘅。咁原來講到話日本船廠第一季嘅訂單數量啦，自15年以嚟啊，首次超過中國，就話得到23艘新船訂單啊。咁雖然比起同期跌咗51%，51單啊。咁但係啦，因為始終中國嘅訂單暴跌咧，日本喺呢一次嘅比較上面咧，能夠反先咗中國啦。即係你話喂，日本係咪升得好勁咧？又唔算得上，但係此消彼長，你跌得勁啊，所以就可以咁樣追得上噶啦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大問題啦。幾方面可以睇得到，一就係唔好理佢邊度做，整新船嘅訂單係少咗，咁代表咧依家外界啊全球啊對呢一個貨運航運業咧，大家都係保持一個保守嘅態度。二係咪真係特朗普嗰啲即係文攻武嚇開始奏效咧？因為大家都舉棋不定，真係劣噶嘛。你大佬，你之前講到話，唔驚啊，冇美國市場，仲有其他地方嘅市場，但係其他地方又唔敢接你啲單喎，係咪？如果你話唔緊要，我冇咗美國，我冇美國呢個市場嘅，我仲有世界各地嘅，咁啲船係繼續去啦，係嘛？繼續整船啦，我唔賣個碼頭，我唔需要理你特朗普啊，係嘛？咁但係亦都可以睇得到，其實依家真係少咗好多船啊，整新船啊，都頭痕噶啦。咁依家即係好似啲貨物咁樣啊，你依家大家都喺度坐喺度定定坐喺度定定望定定，究竟點樣咧？嚟緊嘅日子呢一場嘅關稅戰將會搞成點咧？都真係好頭痕，有人擔心啦，最後會唔會開戰啊？點解用開戰嚟形容咧？嗱，咁因為見到啦，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啦日前公開表示佢話中國嘅高超音速導彈可以喺20分鐘之內咧摧毀美國所有航空母艦咁樣嗱。與此同時啦，所以咧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張曉光就喺呢一個張曉光喺呢個例行記者會上面咧就話啦，美方咧總係戴住有色眼鏡睇中國軍隊渲染所謂嘅中國威脅咁樣即係佢覺得美國係吹大咗嘅即係20分鐘係唔可以摧毀所有美國航母艦，係咪咁講咧咁依家即係美國方面又示弱啦，俾人個感覺就中國啲嘢好勁啲飛彈勁，各樣那樣勁咁樣嘅。咁但係係咪想用呢一樣嘢去抹黑中國？中國準備係咪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咧？中方話俾你聽唔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場嘅關稅戰涉及嘅嘢咧，將會咧越推越大，越推越闊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層面上面出現咗鬥爭，所以大家咧真係都要有排睇啲新聞。好啦，另一邊廂講開軍事啦，咁軍委會副主席何衛東據報咧就話已經成個月冇公開露面究竟去咗邊？係咪違規俾人查緊又落馬呢？政治局委員兼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咧近月欠缺活動出席，即係冇出席活動有西方媒體咧就話佢因為涉貪被免職嘅。國防部發言人張曉光就被問到相關問題啦。佢淨係話佢之前已經就住呢個問題回應
咁啊問其他嘅問題啦咁樣，喂，即係冇正面回應喎，咁啊之前秦剛嗰啲都係啦，一直冇，即係一直冇，到最後官方釋出一個即係好明確嘅信息出嚟。咁啊，如果係咁啊，睇嚟會唔會又係似涉貪嘅問題咧？咁啊真係唔知道個個都依家近排，尤其是喺解放軍方面啦，嗰啲火箭兵團啊、火箭軍聯啊，頻頻換人啊，頻頻落馬。究竟解放軍而家入邊嗰個高層將領方面涉及咗啲咩問題咧？好似炒極都有嘅喎，拉極都有呢啲所謂嘅涉貪嘢喎，所以都幾大鑊啦。好啦，另外就講啊，哇，呢單啊真係恐怖啊！長隆飛船樂園啊，恐怖意外喎，哎呀死啦嗱！咁啊，大家真係北上去玩啊，要小心啊！喺片頭啦，見到咧有個電單車咁樣喺度玩雜技，突然間炒咗埋去啲觀眾堆度啊！嗱，呢件事件就喺廣東珠海長隆飛船樂園啊，咁啊入邊進行緊電單車特技表演嘅時候咧，就竟然發生一單咁嘅意外啦！咁啊個電單車失控咧，就衝撞遊客啊，掃低好多人添。咁啊更加啦，就有小朋友咧就被個電單車擊到啊！哇，咁有冇事咧？咁啊後尾工作人員喳臨即刻上前救人啦！咁啊就真係幾危險喎！求其拉住條線咁樣，跟住啲人喺側邊係咯，兩下就食到應晒，成個電單車剝落去失控喎！嗱，咁對於呢件事件意外之後咧，佢哋嘅客服人員又話啦，呢個節目已經暫停進行內部整改噶啦噃，咁樣嘅。咁啊，所以哎呀，睇呢啲嘢咧，都真係有時候行得近啲大家就清楚啲，但係亦都有時候都危險啲，係嘛？第一時間你都走唔切，陰公喎。好啦，另外講下董明珠連任董事長咧。哇！佢繼之前就話唔用呢個海龜派之後哇再嚟哇語出驚人啊！再吉雷軍咩事呢？哇！喂，得唔得啊？呢下嘢就話啦小米車燒死人啊！我哋格力電車10幾年都冇事故哇！係一拳打中雷軍嘅心口嗱，睇下先。根據內地傳媒報道格力電器咧召開咗臨時股東大會審議公司嘅董事會換屆嘅選舉議案。咁董明珠啦喺會上提及到電動汽車安全問題佢就話啦，格力嘅電車跑咗幾十年，唔好話咩啦，着火都冇乜佢話你睇下小米，佢話小米嗰啲汽車燒死人你睇唔睇到哇，係咁直接董明珠搶姜董明珠咁佢話啦，小米汽車燒死人，大家睇報紙睇到啦但係格力咧喺北京大一路跑咗10幾年唔好話撞爛嘢着火都冇佢話嗱，呢啲就係實力，呢啲就係技術咁即係咪暗指小米 SU7 嗰啲技術未到家咧除咗諷刺小米汽車着火啦，董明珠更加話啦，依家國內嘅冷氣開始咧就即係大家喺度減價啦喺度鬥內卷嘛。佢話佢喺網上見到某個空調竟然賣到1000蚊，1000蚊部冷氣。佢話喂，紙紮㗎你部冷氣咁佢話遇到呢啲情況咧，董明珠就話啦，格力係要堅守良心，唔能夠隨波逐流佢覺得先有技術有質量，先再講價錢嗱。咁董明珠，你話如果講冷氣，佢哋就一定有有翻咁上下斤兩嘅，唔係呢一個我幾認同董明珠講嘅，唔係你50蚊都得噶，你冇買部冷氣翻嚟，哇好抵喎！屌你着到部冷氣係嘛，着到就得噶啦，啲人係而家係咁噶嘛。喂，有冇諗過安全問題咧？入邊佢哋俾啲咩質素咧？啲降水係咪真係降咧？啲電線係咪幼到好似你條頭髮咁咧？即係嗰啲嘢，嗰啲所有嘅焊接位所有嘢係咪真係合乎標準咧？會唔會一個風吹埋嚟，跟住成部冷氣機飛落街咧？嗱，呢啲都係董明珠入邊咁講，即係佢個意思喺呢一度。喂，我做部冷氣都做唔到1000蚊咁平，
你做嗰部冷氣竟然可以1000蚊，你仲要大隻標題話俾人聽高質量啊咩飛機技術啊，航空宇宙女啊如何大樹菠蘿。如果係真嘅話即係可能董明珠都話佢自愧不如嘅。喂，你講到咁真材實料你可以買到咁平，咁背後一定有啲原因㗎。董明珠未發掘到，所以其實你話會唔會係真咧？梗係唔會啦。咁一定係好多都係即係叫做誇大咗咁便宜莫貪啦，話俾大家聽。咁董明珠估唔到搶埋搶埋阿小米呢喎，係嘛？犀利啊！好啦，另外就講下啦，神舟20號啦發射啊，犀利啦，成功啦，取得圓滿啊！航天員咁佢哋報告咧就話感覺良好咁真係犀利哦！頻頻都可以射啲人上去啊！依家國家嗰啲載人火箭嘅技術咧已經去到即係已經好成熟啦咁喺琴日下晝啦，就見到神舟20號載人飛船啦就成功發射。講到話喺下晝5點35分啦，成功分離飛船同火箭，進入咗呢個預定軌道啦。發射取得圓滿成功咁樣係咯幾好唔錯犀利有料啦。最後啦，亦都講下韓國揭發呢個 DeepSeek 深度探索就擅自將用戶資料咧轉移到中國、美國嘅企業。哇，又出現咗啲所謂嘅資料泄漏啦。南韓個人信息保護委員會調查報告指出啦，目前暫停喺韓國下載服務嘅內地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曾經將南韓用戶資料輸入內容擅自轉移去到中美地方，事前未得用戶同意，亦都冇喺個人資料處理方針當中明示相關嘅內容嘅咁樣。咁呢個調查結果咧就發現到啦，就話啦佢係冇必要嘅將呢啲轉移內容而 DeepSeek 亦都接受委員會嘅建議咧，就話會改善呢個問題咁樣喎。所以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啲個人資料啦。好，今集時間講到呢一度，下一節再講啦，拜拜。